风台走了后，对流分气正旺，特别是彰化对镜头早就落大雨，单位讲，真侪所在拢淹水灾情正严重。总统下晡有去到台南勘灾，强调汉光演习时阵，也会拨一寡兵啊协助民众复原，也若long气部的损失在海补助也会放零。美国总统川普发文，甲14个国家扣关税，日本、韩国扣25%，缅甸、辽国是扣到上悬40%，台湾的部分也搁伫咧协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车杯AM新闻，我是嘉豪。刚才这风台走了后，对流分气发展较正旺。这气象署今仔日发布中南部9县市大水雨特报，特别是彰化对透早开始就落大雨，单位讲，真侪所在拢是淹水灾情正严重，也已经恢复这上班上课啊，真侪民众出门的时阵，犹原爱撩水过去。但若是风台走啊，但是受到对流分气发展正旺的影响，彰化县车北早起开始落大雨，搁一直出现死人，而且搁拄着剧烈十4流坝，造成真侪所在拢严重做大水，塞车桥都歹敢若在坐船，民众撩水出入。大雨一直落港老街水淹一个点啊，遐尼悬，天后宫的庙埕变作小水池啊，天公路和红架道拢浸伫水内面，庙方确认有广线抽水，但嘛是赶袂赴落雨的速度。突然间的那个大雨雷雨的部分的话宣泄不及，所以才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淹水现象。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统计，彰化车北上大的施雨量1点钟内雨量到153毫米，对早起10点开始的3点钟，累积的雨量是到266毫米，雨势各紧各急。就算电工所已经出动7组的抽水机，鹿港基督教病院附近的社区大楼地下停车场共款予雨水灌入去，每户所的车拢变作浸水车。园林中电公园的杜峰田中道的时阵，搁到满水位，特别甲篮球架啊规个淹起，县府紧急派人游防锁线。啊，你头一摆看满啊？哎呀，头一摆来看呀。足侪条路拢淹掉的，啊，拢无落，也拢无落过。县长王惠美伫面册发文提醒民众注意过路的安全，若是无必要暂时莫出去。但是，互真侪网友去洗版，叫伊紧停班停课，因为淹水灾情一直传出来。各有民众塞车塞到田尾乡的磅坑是差1点仔雨淹起。这原地就有啊，嘛唔知伊个安那个混入。啊，人搞安怎哈？人有走出来。二林镇的车道是疑似因为大雨一直冲，路基挖坑出现一个大凹坑，或一台经过的货车无细致落落去，好加在驾驶是对车窗爬出来脱困无安全。气象署讲，因为对流分气对南边线，彰化地区的雨是愈来愈细，但是所在分林南投迄边嘛要注意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大树河山里的供电场，目前业者已经放停止2期的开发计划。不过，规个山头是光溜溜，一摆风台过后，现场的排水管拢塌掉的，这扣水池内面拢是烂土。水利局表示讲，有成污水路加强排水，也派厂商24点钟监控。不过，电方讲，这届雨水无济，山架雪柜的出路内，水土保持也是要加强。是个土梅洲对临时挖开的排水口一直流出来。大树河山里的2期供电场，因为树啊草啊全部去互供电厂商处了，规粒山头剩一堆土。这届风台雨一落落来，土梅洲就安尼流入来扣水池内底。虽望供电厂商进前有台暗讲，水利局也事先污水路倒下水，不过排水管也是去互土沙塌掉咧。李长讲，加在这摆雨无介大，若无遮当时要帮拢唔知。水若涨甜的时候，这土是松的，全部拢下来啊！下来堵塞水沟，就变成一个支付。啊，那这后来叫放开，就成安校园一村安尼啊。刚刚那边的挡土墙嘛，对不？伊到这样无做嘛，啊，到时最后最后真正是放落来吼，这个全流淹过来。水利局讲，现场3窟是扣水沉山的功能，这摆拢有发挥效果。不过，其中1窟的水路塌的造成土浆流出来，这部分已经要求厂商改善。为着要监控供电场的安全，因要派人进驻河山里活动中心。因为2期计划已经废止，现在这个所在已经袂当搁设供电棒啊。那未来呢，水利局呢会加强呢，相关要求暗场厂商呢恢复原来的植生植被那降低我们坡地呢，可能会受到那个豪雨冲刷的影响。李长讲，开发计划废止了后，地方敢若希望政府会当较紧的，先将冻土墙的部分做起来，佮豆豆来甲树啊草啊种回来，幸福里面一个安心的生活环境。记者郭家如苦照用高永昌报道。
但若是风台对家己电力造成严重灾情，这布电呢有3座电塔去互风吹甲断去，若记得停水佮无电，向公所对外讨救兵，而且佮这粮食厂呢内面的thiết甲拢浸水，这5000栋的公粮是全部污有去。行政院长杜永泰今下晡去勘灾，只是爱全面协助复电。若这家己关农产品启动全品航边现场勘灾现金救助，这停事也着爱干涉。电塔倒去，换伫涂骹电线扣一个断去。但若是风台电力点家己关布地震，3个台电得个压电塔为腰的3断去。当地新运地区差不多1万户全部停电。记者旁边呢，这个就是拦腰折断的电塔，有26公尺高。它躺在路面上呢，连带波及了旁边的台电变电箱，以及这一支路灯呢，也是被压倒拦腰折断。我们总共动员了250位左右，那预计在明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铁塔主力完成抢修。来复电。为空中看落来，当地铺设伫水面的太阳能板毁损严重，残骸四散，各向东过去。隔壁的义德乡嘛是灾情严重。义德产业园区的这间粮食公司，5个吊车都准座损失严重，烧送大设备全毁，内底5000栋公粮负责供给国军甲社会救助使用，可能因为涉水拢报销，损失初步估计超过1亿。那一天就是被破坏之后，应该是有雨水拨进去。对，那这方面都还要再评估。那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我们更好的补助，或者是一些支持方案，当然这个对我们是最实际的帮助。义德乡公所初次地面发救助消息，因为全乡停电停水，电求粮食饮用水，结果一暝就送入来各地物资。目前看起来，收到的物资应该足够。好，那我们会陆陆续续把这些物资发到灾民的身上。行政院长杜永泰初晡来嘉义县市勘灾，了解复电抢修状况，也来新港乡了解温网式的农村情形。因为我这些结构体有倒塌，可能就是7月之后完全就无法度进走。认定从优，程序从简，补助从速。一定要尽快补助下去，好不好？不要让几个礼拜之后还说我们的补助没有到位。杜永泰表示，嘉义县整体农损差不多1.7亿，列入全品项免现砍现金救助，佮要求农业部停事爱简单，赶紧协助农民早一日复工。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这嘉义县市受到风台吞打，高雄市长陈其迈除了派人焊车去支援以外，暗头下呢，伊人也去到嘉义市关心。这嘉义市长黄敏惠也甲伊揽一个表示感谢。台中市长罗秀燕也表示讲，确实有接到这嘉义县市长来讨救兵的电话，伊也随同意派人去支援，包括着台北、新北、新竹县市、台东含南投拢陆续加入救灾行列。另外呢，这丹那市风台影响到嘉南地区，这台南满岛的分弹呢，损失有够9成。今早起国军也去协助复原。一粒搁一粒的蚊弹也未够分，就全部放散伫涂骹，甚至搁泡伫水内底。就算有的伫树顶，也剩无偌济。但那是风台扫过境，造成嘉南地区农损严重。农民讲，拿落来的果子数量大约8、9成，心灰强马去了了。哦，去有够济啊！迄面安尼，去偌济出来呢？无啊，大海面成熟度还不够啊，无内底无肉啊。一透早，国军出动协助清理，原地8月底陆续会当收成的蚊弹，拄到即届风台，拿落来果子无法度食，敢若会当拼掉或者是做肥料，互农民真唔甘。把风台损断甲真严重的嘉义县市，高雄市也伫初期完成准备，前往嘉义救灾。暗时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来到嘉义市为市长黄敏惠加油。谢谢。所以我说我们很少说需要大家的协助，因为我们本来在这边有重要。陈其迈表示，过去高雄伫受到风灾时，也互各县市来到3工，即届只是做应该做的代志。因为台中市长罗秀燕也伫初8调配建设局甲环保局的人力，各大型机构出发协助嘉义县市救灾。因为这个嘉义市比较小一点哈，那所以呢，我们已经过去，已经出发过去。那嘉义县也出发，队伍出发。那嘉义县长，我2个县市长我都有跟他亲自通电话，说台中省队伍出发我们一定会派人去，你放心哈。
台南市风台扫过嘉义甲台南，罗秀燕也表示，若准人无够，会阁加派人协助嘉义县市相关的中建的工课。另外，包含台北、新北、新竹县市、台东县，抑阁有南投县府，拢陆续派出救灾团队前往嘉义县市来支援，希望用上紧的速度，互当地恢复生活。高市新闻采访报道。几落这个风台呢，也影响到这训练机绑的期间，有真侪民众留伫金门。金门的上机机场行规阵呢，也是有上千位旅客伫咧等候补机位。华信航空出动放大机型2架，立明航空加派加班机2架。那军方呢也增加军机飞往台北、高雄、台中的航线。另外，这小三通因为风影伤过大，伫咧暗头啊也先停驶了。我们在这边3天3夜了，都排不到。旅客火气真大，因为滞留金门3天，也是等无候补机位。金门上个机场的大厅，设备为早甲暗客满滞留的旅客，真侪人未堪咧等。部湾政府应变措施上慢，金门县政府出来回回讲，已经有加开航班军机协助疏运。我们3天了，他还不能回家还不能回家，那个钱都花光光了，没钱吃饭了。待会我们先喊华信航空128年晚上8点多的班机，好，有30个位置，都把它喊完。接着等一下还有利用航空的加班机。根据统计，华信航空出动放台机型2架，立明航空加开加班机2架，军方是派3架军机，拢总疏运210人，分别飞台北、台中甲高雄。那你这怎么疏散？我不懂这怎么疏散啊！我也听说20几年了，从来没有改进过。今年天气这么好，那你要叫人家来金门玩吗？谁要来金门玩？若是金厦海峡因为风影上大，小三通尾嘛暂时停开。其他离岛像马祖航线搁再飞航，嘛是协调国军军机协助疏运线。不过下晡拄到雷公雨，北关机场下晡3点25分开始暂停地面作业，部分航班可能因为安尼延误。因为达拉斯风台影响，国内线设备取消14班，这2天民航加班机也是放台机型拢总38班，军机嘛支援26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掠到一桩这违法囤废弃物的案件，这嫌犯是买几落地农地，甲这土石啊乌起卖，再用这用件废弃物囤互平。目前检方甲11名嫌犯起诉，声称不收8亿，查扣17台拖帮车。开学发现农地下骹有大废弃物，环检警搁再联手出破一层假造地，借种地名义，甲非法的用件废弃物囤长期的重大环境犯罪案件。桃园地检署最近侦结起诉姓吴的被告为首的11位嫌犯甲4间公司。任被告等人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于近日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刑有期徒刑3年以上，申请没收8亿余元。并查扣17辆一引车。这件案件发生在大园区新屋区，2024年2月到3月期间，涉案的姓吴的主嫌和特定的轻度业者交结，透过人头的方式买桃园真济农地，再搁用土地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套现金。搁来非法挖完成土石卖掉，趁钱了后，甲用假废弃物囤回去。调查发现，主嫌透过人头购地，非法挖除农地土石后转卖牟利。甚至深挖7公尺，随后再以营建废弃物进行回填，试图掩饰犯罪。针对这件假造地囤废弃物的案件，检警团今年3月共捕抄3大农地，现场发现废钢筋、插头、塑胶等废弃物。嫌犯为着趁钱，甲土地挖价共要7公尺深，面积有15668平方公尺。破坏土地无法度搁再建造，因为姓吴等等2位被告并不是头一届违反环保法规，所以检方具体求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并且声称不受不法所得8亿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民众去新竹一间百货公司食饭，这天棚煞落一粒乌乌亲像鸟鼠屎的物件落来，互伊是惊甲唔敢食。这餐厅业者有出面来回释的。新竹市卫生局表示讲，有派人去稽查，要求业者爱赶紧改善。从天空掉下来，掉到我的手，这老鼠屎。伫百货公司餐厅食饭食到一半，天棚雄雄落落来一粒黑色的物件。民众讲，这个物件看起来哪亲像鸟鼠屎，惊到唔敢继续搁食，赶紧找餐厅业者来处理。
其他民众嘛感觉真离谱。我觉得蛮夸张的，就是感觉会有一些食安的疑虑。觉得很恶心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掉下来？就是他们的环境卫生是有点问题。餐厅业者赶紧出来向民众回信咧，针对这个事件，业者也强调未来会加强消毒。新北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表示会派人到现场稽查，限时间要求业者改善。第一时间先安抚客人，那先跟他致歉。餐厅本身在每个月都会进行3次的固定清消。那也接获这个状况之后呢，我们也责成我们的消毒公司，针对消毒的部分再特别加强消毒。将派员依照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进行查核。若有不符合规定，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第44条，令业者信欠其改善，届时未改善，可处6万元以上罚款。百货公司的餐厅是真侪人介意去食饭的所在，为了维护民众食的安全，新北市卫生局指出，会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4条规定，要求业者落实食品卫生流程甲内部管理标准。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讲到花莲港最近出现真侪海体，这甲当地渔民拢讲唔捌看过遐尼济。对民间团体认为讲，这海体会变济，真可能是海水温度变高有牵连。花莲港内的水母好几层，这也太恐怖了。一缕一缕白色半透明的体是铺在花莲港区的海面，数量唔够，这是最近几年真罕见的。根据渔民的观察，这阵体是初三开始出现，上高峰是风台进前2天。可能是因为近期可能水温的升高，或者是因为台风过后一个洋流或者是温度的一个提升。那后续如果引发其他生物的一个群聚的话，那我们会跟相关单位来做一个确认。虽然真侪游客拢讲这体啊真水，但带你去看海岸的业者讲必须要机会教育。像海豚，它其实是会吃水母的。那在大海里头，它有时候看到像这样子一个透明的东西，它以为是水母，其实它就会吃到我们的垃圾袋。外界反倒讲海龟和鳗母鱼这种以体做主食的生物，敢会因为安尼收入来港湾造成受困。这个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如果有那么大量的发生出进到这个港区内的话，代表着海域其实量可能会更多，所以其实应该是不至于到会因此而诱惑到动物游到港区内。目前体出现的区域，大抵上是伫花莲港上港码头，渔港内面是较少。港区工作人员讲，这个体大多数拢是肉毒性的海龟体，生脱去了几个月就会死亡，就算无细节去吸掉，嘛袂对人体造成影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美东时间初七发文公布，要甲14个国家扣关税。这名单内面呢，说是无台湾、日本、韩国是互扣25%，也那这缅甸、辽国是扣到上悬40%。新的关税是对8月初一开始，也讲呢，也阁有这讨论的空间。日本、韩国目前也正咧想协商的对策。会议室内底，美国总统川普当准备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做会谈。川普针对家己伫社群平台正式社群评定发文公布对14个国家扣关税税率，表示阁有协商的空间。I would say firm, but not 100% firm. If they call up and they say would like to do something a different way, we're going to be open to that. 14个国家内底，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加哈萨克、突尼西亚的关税税率拢是25%，印尼32%，孟加拉、塞尔维亚是35%，泰国加柬埔寨的税率是36%，而缅甸加辽国的关税上悬达到40%。伊嘛警告任何国家，若是因出决定提悬对美国的关税，美国拢会伫公布的关税面顶加扣同款的税率。另外，川普佮签总统命令，甲对电关税暂停的90天期限延后到8月初一。新的关税就为8月初一开始扣。His only two are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has been signed, and with Vietnam, which has not been signed. That has him deciding to unilaterally set the tariff rates himself. What impact is this going to have? We're going to see how companies manage. 甲美国协商关税，真侪届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遗憾，嘛认为川普延后新的关税开始的日期，日本嘛会当伫最后期限进前继续甲美国协商。関税率の引き上げを発表したことは誠に遺憾であります。その結果、この度の書簡による税率はトランプ大統領が最近発信した 30% や 35% ではなく。
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召开紧急会议来应对，嘛派出总统办公室的国家安保室长魏信乐访问美国，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见面。另外，马来西亚的投资部也甲工业部表示，会继续甲美国接触，毋望达成平行互利佮全面的关税协议。公司新闻台是唐炳英。讲到美国总统川普所公布这对顶名单扣关税，这名单内面说是无台湾。行政院早起就表示，目前是还未收到美国的批信。不过，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有带这谈判团队，目前正咧和美国协商。总统赖清德咧，伫咧初七半暝啊，也和团队视讯通话，讲要几点钟。美国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初八透早陆续公开第一批关税通知函，14个国家的税率是伫25%到40%之间。不过其中无讲到台湾，外界关注咱国政府敢是有接到美方的相关通知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目前无收到，但是咱这边经贸谈判团队的成员，同款是针对关税议题和美方持续的协商。我国始终秉持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双方互利互补的原则来进行谈判，也期盼在谈判当中寻求达到双边贸易平衡。总统赖清德嘛，伫前一天初七半暝，和谈判团队的成员开始50分钟的线顶通话，强调以维护国家产业利益、国民健康和粮食安全做核心任务。不过，即马谈判敢是掉底下嘛，引发关注。项目可能还在协商，或是双方在角力了哈。比方说，现在传出来大概就是因为牛肉、猪肉产地标示的问题。那广义上来讲的话，美国农产品一直是它的强项，所以除了肉类之外，是不是还有像基改基因的这些粮食作物？前行政院副院长施俊杰嘛分析，无法度达成协议，主因有可能和政府的美猪、美牛进口限制和汽车关税两大议题有关系。不过上时，川普嘛有新的关税谈判结束日，延长到8月初1，有学者就观看台。那还在谈，当然就不见得是坏事，应该关税不会比32%更高。依照现在公布的情况来讲，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谈到比25%还来得低的话，那相对于其他的竞争对手国，并没有失去我们的竞争优势。初八台股大盘嘛受到牵动，呈现震动，盘中落破200点，尾盘落后才较收，收在22,362点，落66点。新台票对美金是盘中走升，收盘伫29.06块，落单2分，股汇相杀，市场观望的态度是真明显。记者综合报道。有民间团体指出，讲目前南营已经有26位的立委爱面对这罢免的危机，因认为讲这国会不应该伫咧罢免投票进前呢，继续审查这重大法案，要求停审。也招民众拜四暗搁再登到立法院外口表达诉求。不过有学者是认为讲，立委是依法行使职权，不应该摕掉立委的权力。立法院5月20日，在野党拿被伊人数优势通过表决，以争取愈侪时间来处理重大法案的理由，来通过延长会期2个月到7月31。今麦民众党团有个提案，希望这个会期继续延长到8月底，国民党团嘛表示支持。但是这嘛引起民团的质疑，认为目前南营已经有26位立委通过罢免案，准备要投票。因认为国会不应该继续延会，继续审理重大的经济法案，所以提出停审的要求。普发现金的预算法以及会涉及重大国家财政支出的韧性条例，好，那这些都是重大争议法案，他们是民意选出来的，没有错，好，那但是现在正面临罢免，好，应该是暂时停止职权，好，才不会有争议。7月1日罢免投票有包括新竹市长高虹安，民团认为市长的部分是根据公务人员任用法，罢免期间有冻结人事权的规定，所以认为立委嘛无应该继续审理重大的法案。针对民团的诉求，有政治学者提出无同看法。学者除了质疑罢免的正当性，嘛认为罢免的结果也未出来进前，所有的立委拢是依法行使职权，所以伊认为民团的主张无合法嘛无合理。唔是免罢免，是你罢免的正当性有够嘛？比如讲你敢答应要做嘛，对唔对？啊，若要讲的时阵，小安已经罢免100遍了啊，照法律来过嘛，你通过就通过嘛，对唔对？啊，你若感觉袂用，无你去修法嘛。学者表示，英国动国运动、社会运动拢是为着社会弱势上街头发声。伊认为，即马煞渐渐变做替政党攻击的角色。学者认为，这嘛需要检讨。原来民团已经对外宣布，办是要个招民众，搁再登去到立法院外口集会，监督国会表达诉求。记者卢尚祖、郑春尧台北报道。
讲到这金华城案件，今仔是继续审，唔那提审郭文德等被告，佮再用证人的身份团证台北市都委会基政吴邦庆来问话。伊伫咧法庭表示讲，当初侦讯的时阵用字无够准确，笔录内容含伊所想的要表达的有争差。佮再指控讲，较真笔录内容的时阵，或者廉政官吹。不过廉政署是发声明讲，拢是依照着刑事诉讼法定规范进行的。迄那金华城案件的审理庭事也强调，庭事绝对合法。将民主党主席郭文德车牌搁再互提审到庭，对伫后壁是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台北地方法院继续审理金华城案，但是专案的重要被告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因为大医有缘无来，请假接受治疗。记者伫外口大声喊声援郭文德，即届开庭的重点同款是客问证人，传唤前台北市都委会基政吴芳庆出庭作证。面对检方的客问，伊煞当庭主张，当初时接受检廉征信，伊讲话无细致，用字无精准，笔录内容甲伊真实想要表达的有争差，也控诉廉政官无给伊充分的时间确定笔录，颠倒甲伊吹讲笔录毋是公文，会当给伊一个字检查。但是廉政署发声明回应，全程录音录影，并且依照刑事诉讼法定规范进行。他说他真的不知道这个题目在问什么，但最后检察官还是继续坚持反复的询问之后，他回答了一个他也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答案。检方也追问吴芳庆敢是捌传讯息提起都委会官员，爱伫无知识应晓薇的情形之下来写初步研究的意见。伊表示应晓薇对专案有真侪关心，但是会写无知识是伊情绪上的文字。那面对郭文德律师的反客问，金华城案审理过程敢是拢合法？伊是强调庭事绝对合法。检察官传来的证人再度重打脸检察官。法院规矩拢在审理，到庭的证人除了吴芳庆，也传唤前台北市都委会官员桂泰琪作证。说来后一届开庭会伫即礼拜四，原底有传唤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星，但是因为厝内的变故，也已经请假核准。高市新闻采访报道。受到风台影响，今仔日台南16个区继续停班停课。总统赖清德下晡也到台南勘灾，答应讲会伫咧国防部这汉光演习时阵，派其他兵仔来协助救灾。也农业部也会针对着农渔牧的损失放零来补助。咱来讲到这台电透明抢修，台南到暗头6点呢，有关有3万多户无电通用。消防局的这个分队呢，也讲民众会当摕手机去因遐充电。去伫涂骹看予大雨拍落来的文旦，总统赖清德车八下晡落南去台南勘灾，第一站就到农损真惨重的麻豆，因为当地文旦予风台扣甲干那剩5趴，市长黄伟哲请求国军帮助农民救灾，但是车到都是汉光演习，赖清德讲会和国防部商议，才会当过去的兵力斗3工。考量之后，认为农业部有这个疑虑，那可以帮助农民从这个贷款利息从1点多降到0，然后1.415降到0。用重型机具甲变起的准牌吊起来，北门渔港大量起准牌，因为透风无得塌起来，无得变起。但若是风台造成全台农渔无损失要11亿，台南就占要3亿。赖清德要求农业部针对天然灾害救助金，也是农民贷款，用上好、上紧、上灵的标准来提供。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复电还不确定。那余温的部分需要很多的增氧设备，那再不复电的话，可能损失会持续的扩大。饲料塔倒去破损，渔温的拍水机无法度运作，互勇士渔民的损失是真惨重。因为但若是风台初6扫过台南，真侪路段的电火条规排断去，足侪行政区甲打失水失电，但民众拢愿意体谅。实在讲的，有那足辛苦的，因为我有出去看，迄重要的干道，迄电火条拢断足济。台南加起来失电的户数，中实到20多万户，这么多。台电的人员会使讲拢无得休困，连续几天一直在抢修。到初八下晡6点，失电的户数还有36000多户。咸水区公所一透早就找协力的厂商来兜收电缆。当地消防分队虽然是同款失电，但嘛准备发电机予民众充电，方便对外联络。另外，南昆新大天府43年历史，掀落去做的牌楼嘛，予风台扣倒去。庙方无用整理的时阵，竟然有民众偷摕掀落去。警察甲我讲已经放伫车顶啊啦，这是过程拖车啊啦。我讲慢啦，我相信讲这是咱附近这暗暝的，而且拢乡附近的乡亲啦，迄也毋是惯车。我也讲拜托伊，把这车拢摕倒来原位，啊人甲放我走。
庙方表示讲，相信民众应该毋是故意的，已经对警方表示讲无愿意追究。另外，除了白楼，庙方有瓦片，这结果是设施因为风台毁损，庙方已经和厂商联络，准备用重机具来清。等环境规个整理了后，再来研议相关设施的保存和修复。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过后，真侪人拢一直咧摒扫，机关署也要提醒讲，处理垃圾水和垃圾土的时阵，上爱是爱挂水暗、挂手套和穿鞋讲，因为这风台过后是这天高热、类鼻疽抑个肠仔病毒的高风险期。敢若去年呢，类鼻疽的死亡人数就24个人。彰化规批田雨水引甲那个水池，但若是风台拄离开台湾，中南部地区就出现真侪严重的饮水灾情。疾管署提起风台过后，就是提高了类鼻疽和肠病毒的高风险期，尤其是类鼻疽这个病情，伫咧去年也因为风台拢总累积119例确诊，其中24例死亡，并且搁以台中、台南、高雄的个案上侪。去年总共有4个台风，从7月到11月。所以造成了这么多的病例。那今年到底会有几个，我们不晓得。但是每来一个，我们就会提醒一次。疾管署指出，类鼻疽这个菌拢藏伫土和水库内底，一般是皮肤有空喙接触到有菌的垃圾土和垃圾水，就有可能会传染。医生也表示，有的人感染到类鼻疽无明显的症头，不过有的人会发烧，甚至是有败血症。若无及时治疗，死亡率达到40%到70%。感染到了吼，当然有药物会当治疗，咱一般拢是用抗生素。但是若总讲无诊断出来，有可能咱的器官会歹去，啊，规身躯的器官歹去，甚至讲败血症，啊，会有性命的危险。医生提起，风台过后是类鼻疽的高风险期，提醒民众整理家园一定要挂水暗、手套穿护鞋，避免去接触到垃圾水和垃圾土。若有类似的症头，就要赶紧去病院。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但若是吞大中南部台南就有一个60岁里长，平常时啊呢，伊拢靠这呼吸器伫咧喘气，却因为失电，呼吸器拔大胖，送病院了后救无回来。医生提醒讲，若阵发生失电、呼吸器拔大胖，就要赶紧叫救护车，甲这患者送病院。但若是风台扫过中南部，真侪所在传出灾情。台南有一个60岁里长，平常时靠呼吸器为生，因为风台造成大停电，呼吸器停止运转，紧急送医了后，也是救无回来。里长就是他有慢性疾病啊，所以就是有卧床的情况啦，然后也都是持续的控制当中，情况也都还蛮不错。那公所这边也觉得很痛心痛失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里长。当照业者提醒，为了防止类似危险的代志发生，机构拢会配备发电机做停电时的备用电源。有一些携带式的制氧机开始出现，那可能2个小时到8个小时之间的使用时间都是够的。那所以有时候家人如果说担心会有停电状况，那一般确实是会准备发电机，又或者说准备一些备用电池。有医师伫面册答文表示，一般家用呼吸器拢有欠电电池，伫停电的时阵会当运作10外分，这个时阵爱赶紧叫车去病院急诊。建议若是烦恼停电致使呼吸器停止，厝内会当准备疏氢球，酸素杆加疏氢球试电，会当加冻半点钟。它就要扣住口鼻，然后旁边要密合，空气才会漏出来。请医师示范操作疏氢球，包括操作动作、试的速度，若是医护人员也是有训练过，一般民众恐惊较歹操作。医师建议，若真正停电，致使呼吸器停止运转，也是爱赶紧叫救护车甲患者送医。背这个抒情球，其实这个需要专业人士的操作，不是每一个民众都可以操作。还有一个问题是，它后面是要接氧气。那氧气在家里置放氧气瓶，通常是会有风险的。因为丹若是风台影响，台南早起也是有真侪所在停电，路口车灯无度运作。一个61岁姓王骑机车的女性，加68岁姓张的小货车驾驶，因为无交通号志，2车伫路口相撞，骑机车的女性倒伫涂骹明显死亡。详细车祸事故由警方当地调查。记者采访报道。拍过斯卡罗牛车来去的台南咸水华内影视基地，去互风台扫过变甲路苍苍。文化局表示讲，目前正咧整修，尽量莫去影响到剧组拍戏。
落伫涂骹的叶皮仔甲石头，互人无好通行，也那一寡树仔也拢倒去。第九真重要的拍片场景，咸水换来野食基地，伫风台大风雨过境了后，全区停电，门阁互强风扇倒，厝顶也掀开，园区内甚至阁有所在积水也未退，真歹预估损失。有建筑物的部分都是有损毁的，包括大门、窗户那些都有被强风吹破。有请专业的那种厂商进来快点评估，帮我们快点修缮。对，因为目前也是有一些剧组在接洽中。文化局评估过去开2亿打造的斯卡鲁片场灾情上严重，包含壁、场景等建筑强要起了。场内剧组的道具也算长，因为后续有其他剧组要翕，台南市文化局紧急联络厂商，希望赶紧抢修复原。有几个仓库，事实上它的屋瓦都被压坏了，希望是星期五的时候先园区进行开放，所以它大概会停3天。花来野食基地是台南咸水花来糖厂伫拍园大约25年了后转型。7年以来，台南市府投入超过8亿来活化。目前基地内底有4大主题场景。文化局表示，这个严重损伤需要开时间修复，目前也已经启动紧急处理，希望尽量莫影响到剧组拍片进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洪台对家己布地电力，这农渔业的损失是真严重，亲像学病也个农业的温室设施拢害去。县政府有去统计，讲这渔业的财损金额有1亿9千多万，农作物的财损超过2亿，会向中央申请经费。布地渔民的船甲白仔，拢因为风台海涌拍起来伫渔港顶面的布花，当着企鹅啊、乌饼啊，嘛拢互风扇到岸边。这个风台扫过家己县政府农业处统计，企鹅啊、乌饼啊有9500平，佮有350公顷的倒饼啊，甲40外只的船啊，拢因为风台来损害。这只船吼，拄做转啊无偌久啊停伫遮啦，即摆风台来降安尼去啦，看这了偌济啦。未落水啊，去风台拱去啊啦。在渔港内这些停泊的渔船、渔筏被打上岸还是翻覆的情形那我们现在初估有42艘来受害，除了之前已经有2成收成以外剩下的8成以上大概都有受损的情形。那整个损失的金额达到1亿8千多万元。除了沿海地区的船只甲蚵仔以外，家己阁有真侪所在农业设施，嘛因为风台的关系来歹去，亲像应材主要产区新港乡，都有真侪温室歹去或者是倒去。农民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减轻因的损失。整个你若干那硬体部分，大概差不多1000万左右。这就不爱看咱中央会当讲甲农民斗相共一个无安尼啊，无咱嘛无法度。就报名仔来啊，去互拆嘛，毋知有落来船，船都互拆伊落啊，人嘛嫌受伤咧。足侪顶悬的塑胶篷布，拢总加歹有规则拢倒位的所以这届是新港这灾害温室的部分非常的严重。嘉义县政府的统计表示，这届农作物受损面积计共超过1786公顷，损失的金额是2亿900多万左右，加上拓产的1亿4000多万，渔业损失的1亿9000多万，计共这届风台带来损害超过5亿5000万，会赶紧完成财损的统计，向中央提出经费的需求甲复原计划。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屏东这届这风台这农产损失上严重的，就是金蕉啊。农民表示讲，去年3度之风台过，才定进新的，想袂到这摆风台来个扫倒去，损失真严重。农业处统计金蕉受损的范围有到151公顷，这受损的金额呢有超过1000万。行入金蕉园，互风台吹倒的，拢割甲差不多啊。有的落枝啊看起来阁好好，就捡起来卖。农民表示，虽然有的金蕉看起来好势好势，但是互风吹过内底有影响到，唔知影。爱等到收成才看会到生了有水无。阮呢会使，咱就用来卖啊，袂使就脱角啊。即届嘛是足食力啦，嘛是介食力，啊是只是我会挂甲差不多啊安尼啦。哦，你看对面的嘛是拄啊要开始画嘛是拢当的就无效啊。有的运气较好的农民已经收啊差不多，但是嘛讲即摆风台影响真大。根据屏东县政府农业处统计，到7月初7，屏东金蕉损害范围差不多有151公顷，损失的金额大约有1040万，主要集中伫高丘、内埔、万万甲盐埔。县府讲，风台过啊，会开始协助处理农民申请补助。屏东的香蕉的话，大概有5成以上都受到灾害，在收的吼。拢是夏天，都去年山头鹅伫咧秋天的时候甲弄倒去，即摆拄好它整理起来，旁边的溪刚好满了大概10个月左右，
结果又来这样的一个侵袭，它正当要采收的时候又吹倒了。九如农会总干事姜泰文表示，有的农民旧年3刀移过较顶种的，结果差不多要收成，佮拄着单仔死，实在真艰苦。伊嘛表示，受到单仔死风台这波影响的金蕉，价销差不多会伫1个月了后开始起价。目前的价销佮算稳定。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新北土城发生家庭暴力的命案，事实上只嫌犯前一天，才违反保护令，向移送地检署，想袂到拄放回去就发生悲剧。检方表示讲，当初放人的时阵有通知警方和家暴中心，不过妇女团体表示讲，要保护受害者，就要靠规个社会主管的支持。伫咧新北市土城区明德路2段，找一发生家暴引申的命案。一个姓郑的查甫人驶车脚当咧徛车的现场的牵手甲椅仔，佮对车顶举棍仔含刀仔攻击因，落尾伊的牵手甲椅仔送病医了后，拢救无回来。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2个小时内在彰化、深港逮捕犯嫌到案。今年5月接获通报后，持续服务至今。我们全力配合检方调查，厘清过程，并协助家属后续事宜。事实上，这个查甫人常常家暴伊的牵手的保护令，伫6月25才拄申请到，7月初到这个姓郑的查甫人就违反保护令，互人移送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伫咧问话了后，就甲请回去，说伫咧吹气就发生这场悲剧。针对这个案件，检方强调，当初放姓郑的查甫人回去的时，有依法通知警方甲家暴中心来提醒受害者爱提悬警觉。也毋过，妇女团体表示，要有效保护，就先稳定相对人的情绪，嘛着靠家暴防治中心、社工和亲人，也是社区的网络，安尼才有通全面发挥保护令的效益。也许是接触相对人的这个相关的网络，一个是除了把这个资讯带给就是被害人端的社工以外，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我们可能找到相对人相关的所谓支持的网络，也许是他的亲友或者是他认识的或信任，可以跟他谈话，就是让他情绪不要这么就是高涨。妇女团体嘛指出，其实保护令申请了后，常常双方要是会因为债务还是囡仔的代志继续接触，安尼要是会有安全的疑虑，所以除了爱继续注意，也要和社工讨论安全规划。目前专案后消息照杀人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疾管署统计13岁到24岁少年族群性传染病梅毒传播数量连4年拢伫咧正悬，为了要提升民众性传染病防治观念，疾管署对今年7月开始启动性传染病免徛名咨询服务，全国有13间病院针对24岁以下少年族群提供免费的梅毒快筛服务。休学期间，少年人聚会活动增加，加上网络交友软体真实行，一个性观念开放，不安全的性行为机会大增加，真可能因为安尼为着性病。有医生最近就除了一位17岁的查囡仔，因为阴道分泌物增加，而且有生瘤，双手也出现跛仔。看医生才发现，原来伊感染着淋病、菜花，一个梅毒3种的性病。妈妈带着小女生、青少年，大概17岁左右，这个个案我还蛮讶异的，就是她得了好几种性病，她有梅毒，然后淋病又长了菜花。疾管署统计，国内3大性传染病当中，艾滋病甲淋病的疫情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13岁到24岁少年族群梅毒的通报人数却是连续4年拢增加，敢若今年顶半年就有956例，比去年同期增加13%。疾管署表示，梅毒是第3类法定传染病，主要是经过性行为、共用注射针头，抑个母子随地感染等方式来传出去。早期感染了后，生殖器会出现袂疼的溃疡，了后会头疼、发烧、出疹等全身性的症状。若继续安尼无治疗，到后期可能会出现脑脊髓病变，或者是规身躯袂顶袂动。如果仍然不治疗或者治疗不够彻底的话，最严重可能引发所谓的神经性梅毒，会导致早发性的痴呆，还有这个神经脊髓的一些病变，可能影响行走跟平衡等等。疾管署强调，预防性传染病上重要就是落实安全的性行为，全程拢用保险套。若有无安全的性行为，爱定期体检。因为安尼，对7月初一开始启动性传染病无徛名咨询服务，全国计共有13间只暂时无徛名的体检病院，并且针对24岁以下少年族群提供免费梅毒快速体检的服务，避免因为无及时诊断治疗，致使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环境部伫今年规定，15间的连锁业者要有3成门市提供循环杯服务，来达成用一摆就拼掉的杯仔减量25%的目标。不过，前2年一半以上业者拢无达成目标，民众就讲惊这循环杯仔洗无清气，而且兴杯仔机台无济无方便。环境部表示会继续想对策，提升民众的使用意愿。扫 QR code 甲杯仔弹落，就当甲循环杯行进去。环境部自2023年开始推动循环杯的计划，今年要求15间的连锁业者要有30%的门市提供循环杯服务，买伫今年达成100成杯仔减量25%的目标。也毋过2年落来，有9间的业者拢无达成减量的目标。不知道它洗不干不干净啦，而且好像蛮麻烦的。它是用机器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还是没有像人直接用力去洗还是干嘛的比较好。它这个循环杯的占点也不是很多。民众表示，目前对循环杯的卫生要有顾虑，而且占点少，嘛互兴杯仔变甲真麻烦。业者回应，洗杯仔的过程拢是照环保署的规定，嘛有送 SGS 的认证，未来会加强宣导，互民众消除对环保杯卫生的疑虑。另外，机台目前分散伫台湾各地，反倒等互民众感觉无方便。希望政府未来会使考虑先把机台集中，因为门市已经分散出去，导致借用量不高。如果用量不高，那设一个新的点可能没办法去维持。环境部回应，因会继续推动系统的改善，提升密度，卖伫封闭场所推行，鼓励业者主动提供优惠，互民众愿意使用。咱会鼓励业者提供优惠，卖推动像电影院、棒球场这款所在来使用。环境部嘛表示，因为目前循环杯的成本要真悬，无法度硬性规定业者爱提供优惠。也毋过希望透过当年规定业者提升循环杯的比率，增加民众使用的方便性。记者桂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最近网络顶头有一个韩国歌手，规个唱起来，伊的名叫做金林。伊家己唱台语歌影片搭上网络顶头，真侪台湾民众去甲伊称赞。伊讲这台语和韩国话有真侪所在话音，唱起来才会当协调准。这位咧唱台语歌的韩国歌手，拄来台湾7个月，目前当咧学台语。虽然正经毋捌接触过台语，毋过伊唱台语歌听起来架势十足，发音也不离啊准。伊讲伊拢是用韩语的拼音咧学台语记歌词的。伊讲过大伤失败。金林讲，原本伊来台湾发展是要唱华语歌的，后来发现台湾人若亲像真介意外国人唱台语歌，而且也有真侪人学了伊唱台语歌，较有感情，也较有特色。反应最好的是碧顺，可能是因为外国人唱台语歌觉得很特别，很多人说我唱的比台湾人还好。金林背后，阁有一位会晓讲台语，也会晓讲韩国话音乐制作人，捌参与过韩国歌手 IU、BLACKPINK 的音乐制作。伊也利用会晓2种语言来教韩国人唱台语歌。常常咧练习这歌曲的时阵呢，就发现规个字甲台语是足相共的哦。有啥物人生啊，韩语是人生，啊，佮有时间，伊是时间，这就差不多拢共款。啊，佮有感动。老师讲，因为韩语和台语真侪音拢真歪，要讲，所以韩国人学台语歌也真紧，音也真准。金玲希望未来有一天会当发台语专辑，用外国人的身份唱出台语歌的感动。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过这新闻，讲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初6开始停火谈判，美国总统川普伫咧初7就请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因翁仔某，外界推测讲，这是美国利用这个机会来介入加沙停火协议。纳坦雅胡伫咧宴会当中宣布讲，要提名川来拼诺贝尔和平奖。就算川表示讲，伊对以下停火真有信心，不过以下双方都有家己的坚持，会成袂成是真歹讲。美国总统川普初7请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翁仔某，伊伫此表示，庆贺两国合作成功，是伫讲打击伊朗，伊一步是要积极促成加沙赶紧停火。期间，纳坦雅胡宣布提名川普竞选诺贝尔和平奖。He's forging peace as we speak, in one country and one region after the other. So I want to present to you, Mr. President, the letter I sent to the Nobel Prize Committee.
It's nominating you for the Peace Prize, which is well deserved, and you should get it. Coming from you in particular, this is very meaningful. Thank you very much, Bibi. Thank you. 为2018年开始，包括挪威右派议员巴基斯坦等，拢捌表示提名川普竞选诺贝尔奖，不过川普唔捌得奖。甲即马真正得到和平奖的美国总统有4个，包括1906年调停日露战争的老罗斯福，1919年威尔逊总统，2002年卡特总统，也甲2009年奥巴马总统。川普伫暗演嘛有讲到俄乌战争，针对白宫顶礼拜宣布将慢运送部分武器予乌克兰的消息，伊随解讲。 We're going to send some more weapons. We have to. They have to be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川普也讲，真无欢喜俄国总统普京甲单也无停战，佮批评克里姆林宫无停战的想法。川普是毋是趁机会营造家己伫杀各地区域和平的这个形象，这都唔知影。不过有关伊哈迪卡达的间接谈判，是毋是会当有进展？外界质疑是真大的挑战。 But Israel and Hamas disagree over whether any new deal should lead to the end of the war. That raises questions over whether this new deal can succeed and whether it will lead to the end of the war in Gaza. 以下新停战协议会暂停战争60天，运转真济物资进入加沙，佮释放部分也互人靠爱的人质。不过协议并无保证会当就这起结束以下战争。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罗西亚前交通部长史塔洛沃伊接获伊总统时调令，过无几点钟就发现讲伊人死伫咧车顶，敢是开枪自杀。不过政府到今也无说明为虾米要死头路。 以后警员将遗体讲出来，罗西亚首都莫斯科郊区一台车顶发现遗体，头部轻伤。警方确认是多被改制的交通部长斯塔洛沃伊。伊切早起才多被开除，几点钟了后就被发现死伫家己车顶。不过克林姆林宫负责对改制原因发表评论。Формулировка указа не содержит фразы «утрата доверия». В указе в письменном такой формулировки нет. Вот, и добавить мне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нечего, это решение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伫担任乌克兰边境库斯克州长将近5年了后，斯塔洛沃伊去年5月被任命做交通部长。不过最近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事件造成罗西亚主要机场交通混乱，3天内取消485个航班，有88个航班被迫改道，也有1900航班误点，造成数十亿卢布，新台币3.7亿的经济损失。 Сейчас я до нюансов разбираюсь в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этих вопросов во всех субъектах нашей необъятной Роди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нов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Понимаю, ч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надежное транспорт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 это жизненн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斯塔洛沃伊也被认为甲一件牵涉侵吞国家资金的案件有关系。这资金原本用伫库斯克州防具公司的建设。根据罗西亚媒体报道，伊捌做过库斯克州长，有可能面临调查，甚至遭到逮捕。佮讲贪腐行为是造成罗西亚红线新贵族的原因之一。公司新闻陈伟珍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吉人台北汤圆新竹对27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 平遥金马马祖对27度到3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